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 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南澳洲阿德萊德嘅秋天係非常靚嘅，特別係阿德萊德山 Adelaide Hills， 每年嘅4、5月左右啦，成個山區都會俾唔同顏色嘅楓葉同埋落葉裝飾住嘅，就好似 Mannorthty Botanic Garden、Cravers、Stirling、德國村呢幾個地方，金秋時節景色係非常宜人嘅。我一連3集都會介紹點樣坐巴士去呢幾個位於山區嘅地方，去欣賞阿德萊德山嘅秋天景色。唔講咁多啦，我哋一齊去片。呢一日呢，我就喺市中心嘅 D2 巴士站出發。如果要去阿德萊德山上邊嗰幾個小鎮，例如德國村、Stirling， 又或者 Mannorthty Botanic Garden， 仲有嗰一個可以抱樹熊嘅傑蘭野生動物園，我哋都可以喺市中心坐巴士 T800、T801 或者801去到嘅。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呢，就係 Mannorthty Botanic Garden， 我係會坐 T801 去到36站落車，然後再轉另一架巴士，大約坐咗30分鐘之後呢，就會嚟到位於 Cravers 嘅 24A 巴士站。我哋今日呢，就唔係喺呢度轉車，但我都想介紹下俾大家聽。正常喺 City 嚟嘅巴士呢，都會喺呢個 24A 松 B 嘅巴士站落車，跟住就會行前幾步去到松 A 嗰邊轉車。如果大家想去嗰個抱樹熊嘅傑蘭野生動物園，就喺呢度再轉823去到。我有一條影片係介紹傑蘭野生動物園嘅，如果觀眾朋友未睇呢，就快啲去睇返啦。好啦，咁我哋繼續坐巴士去到第36站，位於 Stirling 嘅 Mambaka Road 落車。我哋就喺東邊落車，但係就要過返對面北邊呢，就轉返另一架巴士嘅。呢度呢，就係 Adelaide Hills 另一個好出名嘅小鎮 Stirling。我下一集影片呢，就介紹 Stirling 嘅秋天景色。過咗馬路之後呢，就嚟到36站嘅松 B 轉車。呢度有2架巴士呢，都可以去到 Mannorthty Botanic Garden。咁一架呢，就一陣間搭嘅866啦，另一架就係822。大約坐咗8分鐘左右呢，就嚟到我哋今日嘅總站30號 F 落車啦。落咗車之後呢，我哋就由呢個位行到去 Botanic Garden 呢，係需要15分鐘嘅，全程都係平路。咁大家跟住我行啦。可能你想問我有冇試過喺 Cravers 嗰邊行山行上嚟 Botanic Garden 呢？我係試過嘅，但係唔成功，因為有啲山路呢，佢係封咗。如果行馬路呢，我又覺得好危險，因為佢當中係冇行人路嘅。嚟到呢個位，大家見到 Botanic Garden 嘅招牌之後，就轉右再直行。咁我都係建議返大家啦，喺市中心坐巴士去到轉車站，再轉巴士嚟到好啲咯。喺今集片尾，我都有介紹喺其他 Adelaide Hills 嘅轉車點坐866或者822嚟到30號 F 站嘅。講下又嚟到 Botanic Garden 嘅外圍啦。呢個位呢係可以入到公園嘅，不過今日呢，我就帶大家由正門入。好快就嚟到呢個位於南澳洲阿德萊德山脈嘅 Mannorthty Botanic Garden， 距離阿德萊德市中心大約係16公里，佔地大約係97公頃。呢一個植物園係喺1977年正式對外開放，入園費用係免費，大部分停車場嘅區域就可能要收錢啦。開放時間係每一日嘅8點半至到下晝4點鐘。一到秋天，呢一個植物園嘅落葉樹木都呈現咗金黃色、橙紅色，好豐富嘅色彩，所以吸引好多遊客過嚟參觀㗎。呢一日係5月1日，園內大部分嘅樹木都開始變咗顏色，唔同顏色覆蓋整個山谷同埋步道，景致如詩如畫。我哋一齊去觀景台睇睇呢一個植物園嘅全景啦。今集結尾，我亦都放咗喺4月中拍嘅 Botanic Garden 嘅影片，大家又可以比較下4月中同埋而家5月頭嘅景色有冇特別嘅變化。植物園係位於阿德萊德山山區，園內係設有幾條風景優美嘅行山徑，所以今集內容除咗欣賞 Botanic Garden 嘅秋天美景之外，我喺度亦都介紹2條適合長者或者體能唔係太高嘅遊客嘅行山路線。首先會去 Lakeside Loop 湖畔環道，全程大概係1公里，成條路呢都係平路嚟嘅。去完 Lakeside Loop 之後呢，就會去 Lower Loop， 咁呢條路呢就長少少，大概係3公里，不過難度都係屬於低嘅。我哋睇返呢一個地圖啊，
咁首先就會行 Lakeside Loop，Lakeside Loop 呢就係藍色呢一段，咁一路行上去啦。咁跟住會見到 Duck Pond， 經過 Duck Pond 之後呢，我哋就繼續依住嗰個 Lakeside Loop 向前行。行到個分叉位之後，我哋就轉咗去綠色線，綠色線就係 Lower Loop， 綠色線呢係會有好輕微嘅斜路上山嘅。植物園呢仲有3條難度高少少嘅行山路徑，大家亦都可以試下㗎。呢一條 Rhododendron Trail 杜鵑花步道呢，就可以由 Duck Pond 行到上去 Upper Car Park， 大家又可以挑戰下，我諗住下次都行下。植物園逢星期二10點半亦都有導賞團，大家亦都可以參加㗎。我哋會先行藍色線 Lakeside Loop 先。其實5月頭呢，仲有啲樹木未變色嘅。我記得上年5月中尾嘅時候嚟到，好多樹木真係都變晒色啦。首先行呢一條湖畔環道 Lakeside Loop 呢，長度大約係1公里，咁個難度呢係低難度，係適合所有嘅年齡層嘅。呢條路線嘅特色呢，主要環繞個主湖。沿途呢係有8件以植物為主題嘅藝術作品，仲配有漫文解說。成條路呢都係平路嚟嘅，適合長者啦、行動不便嘅遊客或者坐輪椅嘅遊客。一路行都會見到行山路線嘅指示牌，大家會見到綠色嘅指示牌係 Lower Loop。咁當我哋一陣間完成咗 Lower Loop 嘅時候，我哋就會喺右手邊呢條小徑落返嚟，一路沿住 Lakeside Loop 行。咁喺右手邊呢，呢個就叫做 Duck Pond 鴨池，但我又唔見到有鴨仔喺度游水喎。正話都有介紹過其中一條行山路徑呢，就係 Rhododendron Loop， 可以由呢度 Duck Pond 行到上去 Upper Car Park。成條路徑唔係好長，單程大概係700公尺，來回呢就 1.4 公里。由於係上山同落山嘅路，咁所以沿途個坡度係有啲高嘅。呢一段路喺春天嘅時候會超過800種杜鵑花品種盛開，所以又叫做杜鵑花步道。我哋繼續向前行，行到去呢一個分叉點嘅時候，如果想繼續行 Lakeside Loop 嘅朋友就靠左邊行，就可以行返去我哋起點嘅地方。如果要行 Lower Loop 呢，咁我哋就靠右手邊行啦。成條嘅 Lower Loop 長度大概係3公里。呢條行山路線嘅難度呢，我諗係1星左右啦。大部分嘅路係平坦，係有少少好輕微嘅上山路啫。一路呢都會有好清晰嘅指示牌。當嚟到呢個分叉位嘅時候，如果朋友覺得攰，覺得唔想繼續行，可以沿住呢條路一路行落去，就會行返去就係嗰個 Lakeside Loop 㗎喇。如果仲想繼續行 Lower Loop 綠色線嘅朋友，就靠左手邊行。可能有朋友會問，咦，有冇洗手間㗎？就話喺正門入嚟嘅時候，喺觀景台附近有一個洗手間嘅。至於 Lakeside Loop 呢，就快行完 Lakeside Loop 嘅時候，都會有一個洗手間。
至於綠色線 Lower Loop 嘅洗手間呢，就喺呢度啦。當我哋見到呢一條橋嘅時候，即係代表就快到終點啦。又有另一條橋喎。咦，到啦，終於行完。呢個位望落去咪就係嗰個冇鴨仔嘅 Duck Pond 咯。欣賞完秋天美景，又行完2條行山步道，今日嘅收穫都算多啦。咁我哋又係時候離開 Botanic Garden。我哋跟返原路行返出去巴士站，喺度要提返大家，因為巴士866呢就唔係成日有車嘅，咁一定要睇返個時間表，預返好啲時間坐返866出返去。無論你係想跟住去德國村，或者出返去市中心，你都要係喺30號 F 站嗰度坐返866號巴士去返你想去嘅地方。如果係去 Stirling， 有時坐866係都會可以去到 Stirling， 就唔需要再轉車嘅。但係喺我呢個時候坐嘅866呢，我就需要喺第25號站度落車，然後行過對面坐返 T801 或者 T800 就可以去到 Stirling 同埋德國村。而家我身在嘅地方呢，就叫 Crawford， 亦都係一個位於亞德萊山上面嘅一個小鎮。我想喺去 Stirling 之前，想同大家行一行呢個地方，呢個地方都係好靚嘅。Crawford 有一條好神秘嘅天橋，唔知你嚟過未呢？就係呢一條啦。未嚟過嘅朋友，下次離開 Crawford 記得揾下喺邊度啊！同大家兜咗個圈 Crawford 係咪都好靚呢？又係時候去返25號巴士站，坐返 T801 或者 T800去下一個景點 Stirling。今集影片去到呢度，如果有觀眾朋友鍾意我呢一套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仲未訂閱我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咁當我有新影片出，你就第一時間收到啦。仲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 同埋 IG。講拜拜之前記得睇埋彩蛋先走啊！